来乡亲啊，继续正大消息来看，民众党的高虹安当选新竹市长，也毋过伊早领助理费的风波继续咧扩大。根据周刊的报道，检调最近是秘密传高虹安经办公室的主任王惠文来问，王惠文承认讲，伊有协助做假销，甲助理费以价报悬，搁甲钱摕来当作公积金来使用。伊讲，伊拢是按照高虹安的指示来办理。王惠文搁来交出一本伊家己的外号号名的小兔笑谱，内底有超过500笔的内销甲收据，啊，有袂少的收据拢有注明是委员请款的，也毋过有部分用来行销的关键发票，拢已经互毁掉了。民众党新的市长当选前，高虹安助理费风波继续咧传，近周刊压了，检方摕到关键小谱，是一个姓黄的主任跳起的。帮高虹安制作密账的黄姓前办公室主任，其实和检方大有渊源。他的先生是北检的资深检察事务官，对于相关行为的违法构成要件都非常清楚。一个姓黄前办公室主任，那交出用家己外号叫做土仔所做小谱，包含超过500笔小目含热销的单。检视官分析案情，开判互因姓黄的太太知影，有可能犯伪造本书罪，相当是犯贪污治罪条例。侦查中的自白配合办案，提供相关的犯罪证据。那这个部分是有助于他未来在减轻他的刑责，或者是转做污点证人，在证人保护法上面争取法律上的减免其刑的这个权利。近周刊嘛报道，侦讯时阵，姓黄前办公室主任讲，当初做事时阵就感觉无妥当，不过高虹安助理男朋友说要求伊安尼做就对啊。高虹安嘛出面来安待过去助理，讲咱坐伫咧同一条船顶，会有人会处理好司法的问题。这份土仔小谱，公积金小目内底。佮发现有真侪委员请钱的钱，含无到1万块餐费，卖当来热销，防指控将公积金当作是提款机。前一天，民众党佮带团来到立院参观党团办公室，不过党内唔利用党团空间影片，佮开直播伫咧专访。文宣部的人嘛抢在伫咧遮讲影片到半暝啊，各位主管用烫海，敢若电费都接近港党老战时代力量党团3倍。那党团这边的部分，我们一切都会照相关院内的这个法规，还有相关的制度来去做相关的进行。民众党臭名声直直传，高虹安早领助理费案的关键证文，佮去做检视官的红线可控，解说严重后果。北检是强调侦查无公开，侦查作为嘛含当事家属无关系。民众党即马无想要抹掉这件代志，恐惊无这么简单。